每次去機場咧採訪一啲外國明星嚟香港嘅時候咧，都係好提心吊膽嘅，因為佢哋嘅 fans 咧實在係太瘋狂啦！一見到自己嘅偶像出現咧，哇個場面係好混亂嘅，啲鞋啊、帽啊、耳環啊、頸鏈等等等等，全部都可以喺地度揾到㗎。就好似 SS501嘅成員金亨俊咧，就嚟到香港啊！一出閘啫，佢一對手就好忙啦，又忙住同歌迷咧就打招呼啦，又要忙住咧攞佢哋嘅禮物啊！韓國組合 SS501之中最年輕嘅成員金亨俊，作個人發展之後，首次嚟到香港。喺7月16號嘅下午，金亨俊抵達香港，吸引咗過百名嘅 fans 接機。金亨俊一出現，現場尖叫聲不絕，佢都有向 fans 揮手同埋微笑，對香港嘅印象似乎唔錯噃。一眾 fans 見到偶像當然好開心啦，仲準備咗好多禮物送俾金亨俊，佢都一一接過。不過由於 fans 太多，現場一片混亂，險象橫生。好彩最後都係有驚無險，最後佢就順利登上保姆車離開。到咗晚上，金亨俊去到商場出席見面會，嚟到香港梗係要講返幾句廣東話先啦。由 SS501到依家推出個人大碟，金亨俊就表示希望遲啲可以拍劇，作多方面嘅發展。而今次嚟到香港宣傳，見到咁多 fans 都為佢打咗一支強心針啊！ 우선 너무 기분 좋고요. 오랜만에 왔는데 이렇게 많은 팬분들께서 응원해 주셔가지고 즐거운 공연할 수 있어가지고 되게 자신감 얻고 있습니다. 呢次香港之旅，金亨俊一定會感受到香港粉絲嘅熱情啊！再加上佢自己提到新碟入邊會有好多嘅快歌，相信大家嚟緊最期待嘅一定係佢喺香港嘅現場演出啦！娛樂新聞台余若峰報道。